從希臘神話講正面價值嘅入校講座咧，橫跨2024年嘅3月去到2025年嘅7月，咁咧就有50場嘅。呢50場裏邊咧就跨越咗唔同宗教背景嘅學校啦，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回教，亦都涉及到唔同嘅辦學團體啦，好似保良局啊、東華三院啊、中華基督教會啊、聖公會啊，仲有康智會啊、官立學校、SEN 嘅學校、私立學校都有去到。咁呢個關於希臘神話同埋正面價值嘅入校講座呢，靈感嘅源頭係嚟自小弟領軍嘅一個電台節目《潮講希臘神話》。咁我哋當年咧係攞咗香港電台 CIBS Award 社區關注廣播服務大獎呢個嘅加持，亦都好多謝生命勵進基金會嘅創辦人郭永祥師兄。咁佢亦都俾一個機會我哋係去資助啦，成個嘅項目咧就入咗呢個50間嘅正面價值嘅講座。喺呢個過程當中，我更加發覺到其實佢係無論係乜嘢嘅宗教背景，或者係乜嘢嘅辦學團體，大家都對呢一個嘅正面價值教育咧係有一個渴求，同埋大家都覺得係有一個嘅以生命影響生命嘅一個意義。咁呢50場嘅入校講座咧，學生俾我個反應咧係好喜出望外，因為佢哋話俾我聽。呢一啲嘅現實生活裏邊嘅好多嘅品牌或者名牌咧，原嚟個源自係希臘神話，而呢啲希臘神話我哋更加係引導佢咧去引申去到一啲嘅正面價值教育，比如由 Narcissus 嘅自戀嘅古仔，我哋提升佢成為做人咧要有同理心。又比如國民身份認同啦，我哋鼓勵個細路仔你由自身做起，你守法啦、仁愛啦、堅毅啦、勇敢啦、團結啦、孝親啦，呢啲都係最基本嘅核心嘅價值。由呢樣嘢咧，你先搞掂咗你自己，你先至好話貢獻國家，或者令到個民族更加強大。咁呢啲個細路仔佢聽起上嚟咧，佢覺得好容易入耳啊，或者係佢深入淺出。佢哋俾我哋嘅反應就話：係喎，比如我哋問佢，你知唔知香港嘅小朋友好幸福㗎？我哋係冇當兵制度嘅。係啦，咁但係我哋好多亞洲嘅國家咧，其實佢哋係需要去當兵，咁所以其實咧，你對國家或者對自己嘅家庭最大嘅貢獻就係唔該你讀好啲書。咁喺個過程當中嘅細路仔覺得好容易入耳喎，好容易入腦喎，咁呢個都係我哋呢個講座嘅目標。咁我哋通過一啲問卷調查咧，就睇到啲校長同埋老師嘅反應啦。佢哋話好多謝有呢個咁嘅機會咧，就令到啲小朋友咧係深入淺出去了解正面價值啦。因為老師坦白講，佢哋嗰個嘅教學日程咧都好繁忙，難得有一個外邊嘅老師咧去幫佢哋去做，而且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係深入淺出啦，或者係我哋係講好多好搞笑嘅嘢啦，比如講一啲小朋友嘅一啲嘅熟悉嘅品牌啦，點樣讀呢個品牌啦，或者呢個品牌裏邊背後原嚟有啲咁樣嘅古仔嘅，咁呢個過程當中，老師佢哋嘅反應都係好正面同埋好積極嘅。我哋嘅學生咧對講座咧真係表示出好大嘅興趣啊！咁因為咧講座裏邊咧講到嘅嗰啲品牌背後嘅故事咧，都同佢哋日常嘅生活有關係啦。咁所以咧啲學生咧聽到咧就知道原來佢哋平時熟悉嘅一啲品牌，譬如阿波羅雪糕啊，譬如話 Starbucks 啊，即係嗰個 logo 啊，同埋第二啲譬如一啲嘅手袋啊，嗰啲佢哋聽過嘅牌子啊咁樣。咁即係佢哋覺得原來背後係同呢啲希臘神話有關係㗎咁樣，咁佢哋都表示好大興趣。咁同埋原來即係明白到點解係會攞嗰啲即係嚟到作為嗰個品牌一啲嘅象徵咧咁樣。咁佢哋明白咗之後咧，就會係多咗呢方面嘅知識啦。咁所以佢哋都覺得好有興趣。咁同埋了解多咗西方嘅文化咯。
咁所以咧今次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嘅，咁咧讓佢哋咧嘅視野啦可以係擴闊啦，同埋咧佢哋咧唔單止知道自己國家嘅一啲文化啦，咁亦都認識咗一啲外國嘅文化，咁而大家亦都係從中學到一啲正確嘅價值觀，咁我哋覺得咧係好值得嘅。咁我哋講而家我哋教育局啦都推廣緊我哋嗰個價值教育嘅，咁我哋都知道我哋教導學生啦，咁我哋好重視咧就話培德育才嘅，即係話小朋友除咗知識之外咧，咁我哋覺得佢有良好嘅價值觀咧都好緊要噶。咁因為小朋友喺人生裏邊咧都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啦，同埋挑戰嘅。咁但係如果佢哋咧係有一個良好嘅價值觀咧，咁佢哋可以好正面咁去克服呢啲人生所遇到嘅各種困難同埋挑戰咯。咁我哋覺得由細俾呢啲價值觀佢哋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哋知道即係話，除咗喺學校裏邊，老師喺課堂灌輸小朋友正確價值觀，咁我哋見到咧社區好多熱心嘅人士，佢哋咧亦都係會邀請到一啲好專業嘅人士啦嚇，咁佢哋有好高嘅説話技巧啦，或者佢哋用一啲好生動啊活潑嘅例子啦，或者係一啲書籍啊咁樣嚟到即係我哋學校，咁咧向學生咧係滲透一個良好嘅價值觀咁樣，咁呢啲都係可以輔助到我哋學校好成功咁樣推廣價值教育嘅。嗱，低年級嘅同學咧好得意嘅，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希臘神話嘅角色咧，其實佢哋大部分都冇接觸過，咁所以咧佢哋係好有興趣，而呢一個嘅好奇心咧係帶動到佢哋嘅學習動機，所以佢哋喺個講座裏邊咧都係好投入咁樣參與咯。咁而高年級嘅同學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啲同學咧係掌握咗嘅嚇，即係佢哋知道希臘神話嘅角色，咁所以咧其實由希臘神話去到個價值觀教育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嘗試嘅切入點。其實咧講座嘅內容咧，其實係好配合教育局個整體課程嘅規劃，因為裏邊係講到自然聯繫有機結合。頭先我都講過，係將希臘神話嘅角色同埋一啲正向嘅價值，係自然地去聯繫去緊扣。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第二咧就係配合課堂嘅內外。咁因為咧我哋咧係能夠善用學校，我哋每逢星期三下晝嘅成長課，咁呢一個咧係課堂以外嘅一個時段咧，係能夠增潤，咁所以呢一啲講座咧係好能夠喺正向價值觀去培育同埋塑造小朋友咯。今次希臘神話詮釋正向價值嘅講座，深受各辦學團體同埋學生嘅積極正面肯定，唔單止令到我倍感鼓舞感恩，更加堅定咗我探索嘅信心。我已經有一位以往專注於口才演講純技術型嘅培訓導師，轉型成為一位兼具技術實力同埋深刻主題內涵嘅導師。我時刻提醒我自己，我個內容要緊扣時代嘅需求，更加要兼備教育嘅意義，可以更好咁回饋社會。